我们约了40见面，都快50了，还不来？二弟呀，你先别着急，可能三弟有些事情被耽搁了。来，大哥，我们先喝一杯。大哥，这可是天下难得的佳酿，就这么洒了，浪费啊！三弟，有大路你偏不走，就喜欢上蹿下跳，曲里拐弯的转出来，你就不担心我们把你当成是贼人，伤害到你？就凭你们2个，我看难。哼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就算我身手不如你，大哥可比你强。我知道大哥的身手比我强啊，不过我现在有宝贝在身，我要让大哥见识见识，免得大哥看轻我了。哦，什么宝贝啊？怎么样，是好刀吧？亮是很亮，还可以当镜子用。大哥，你可不知道，他自从有了这把刀，逮到谁啊都炫耀一番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。人家喜欢这把宝刀嘛，爱不释手，不行啊？行行行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不要生气啊。这样的绝世宝刀，三弟，你怎么得到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的确说不得，说不得。不过这刀的确是锐不可当，绝非人间凡品呢。既然大哥如此赞美这把宝刀，那就让大哥过过瘾。好。大哥，你用我的宝刀，我用你的，咱们俩比试比试。静儿，刀剑无眼，要是伤到了，可不是小事。我看我们还是喝酒吧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是为你庆生的，舞刀动枪实在不妥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比试酒力，一醉方休。可是我今天就是手痒，想比武嘛。我们改天再比试吧，今天我们就喝酒，怎么样？是啊，静儿，我们本来就是给你添福增寿的，刀光剑影多不吉利。我看今天啊，不比武，只喝酒。不嘛，既然2位哥哥是来为我庆生的，那就让我这个寿星无礼一次喽。如果不比武的话，我可是滴酒都不沾的。如果大哥想让我不高兴的话，那就不理我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三弟执意要比武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过说明，点到即止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哥，看剑！三弟，出鞘！三弟，三弟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阿木，快住手！
先带静儿回去疗伤药去。走。三弟，你没事吧？你别担心了，大哥，我应该没事的。哎，大哥，先别跟着他了，到我府上等候消息吧。好的。太医，公主伤情如何？伤倒不重，没有伤及要害，只是伤愈后，恐怕公主的额头上会留下疤痕。混账！静儿是朕的公主，又待字闺中，岂能容颜受损？连个疤痕你都没有办法，我要你有何用？臣无能，臣知罪。父皇，此事不关太医的医术，是静儿自己不小心，还请父皇原谅静儿的鲁莽。那就告诉父皇，你这伤谁弄的？啊，不怪他，不怪他，是静儿自己非要跟他比武的。朕是问你此人是谁？哎，好了，父皇你就别生气了。习武之人，那总是会有误伤的嘛。你想啊，我朝战士征战沙场，这又不是战场。你是朕的公主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你下如此狠手？哎呀，父皇，不是下手重，是那个金刀的威力太吓人了。父皇，你就别生气了，静儿知错了，静儿以后啊小心就是。以后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不许学武了。父皇，父皇，宣大理寺卿立即查办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三弟怎么样？刚得到消息，似无大碍，只是怕以后会留下伤疤。都怪我，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跟他比武。好好的一场庆生，看给我弄的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三弟好强，非要比武，要怪只能怪那把金刀威力太强了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毕竟是我伤了三弟。三弟年纪轻轻又一表人才，如果以后因为这个疤痕遭人讥笑，岂不是我害了他？大哥不用太自责，三弟素来对皮相并不看重，不会因此而怨恨大哥的。我只是担心他。三弟与你出身相仿，想必也是侯门子弟。他的父母对他一定宠爱万分。对了，那个叫阿莫的人到底是谁？我看他的打扮，并不像平常习武之人。侯爷，侯爷，萧侯爷，丁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本官奉旨捉拿钦犯，多有得罪，给我拿下！是。等等，什么侵犯？二弟，怎么回事？大哥莫急，这些是大理寺的人，是为三弟的伤势而来的。你先跟他们去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带走。等等，丁大人，王英是我结拜兄长，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带枷锁，让他陪同你们去大理寺，把话说清楚？好，既然侯爷开口，枷锁可以不带，但是这个人，我马上就要带走。行。二弟，三弟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大哥，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你先跟他们去，你相信我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给我带走，走。侯爷，打扰了。我真的要继续找公主，让我进去。侯爷，别为难真的有要事，请侯爷体谅，请侯爷体谅。让我进去。侯爷莫怪奴婢，陛下有命，公主养伤期间不见任何人。我是他表兄，都不能进去看的吗？侯爷莫再为难奴婢了。
静儿，侯爷，静儿，不行，侯爷，我是表兄。公主受伤已惹怒陛下，你还敢来这儿喧嚣，是嫌公主的麻烦少吗？阿莫，阿莫，我真的有急事找公主，你就通融一下吧。再急的事有公主养伤的事急吗？若不是你整天怂恿公主出宫玩乐，公主能受伤？谁出宫玩乐？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？我带公主结交英雄好汉，切磋武艺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你带着公主私交草莽，只此一条就够治你的罪了。若非皇亲，现在你也在大理寺。公主是不会告诉陛下是谁伤了她的。原来是你告的密。亏公主待你情同姐妹，你竟陷她于不义。伤害公主，罪犯欺君，难道不应该按律处置吗？我身为侍卫，保护公主不周，难道还要欺瞒陛下不成？好一个莫侍卫！王莹于公主有救命之恩，公主不说，是为了朋友之间的情谊。你倒好，一句话把别人送进了大牢。等到人头落地的时候，公主和王莹还有何情谊可言？人头落地也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这人真是冷血刻薄！先皇后病逝，已让公主忌惮生死。若王莹因她而死，你让公主情何以堪？你忘记先皇后如何待你？难道你要存心看到公主伤心难过，内疚一生吗？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。今天我来这里，就是想告诉公主这件事情。若你要真无情，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说过。公主莫要担心，现在这伤口还未愈合，等愈合之后是不会那么明显的。再过个1年半载，这伤痕处颜色变淡了，也未必看得出来呢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这么深的伤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恐怕这疤痕得陪我一辈子了。公主，别这么说，即便是有了细小的伤痕，那也是在额头。到时只需贴上花垫，或是戴上步摇遮盖，是不会影响到公主的花容月貌的。阿莫，你怎么脸色比我还黑啊？好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就是一个小伤而已嘛。而且啊，我刚还和巧儿说了，以后啊，我要注重装扮。都怪阿莫疏忽，晚到一步，未能保护好公主，请公主责罚阿莫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怎么动不动就责罚的呀？是我自己故意甩开你出宫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先皇后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公主您又视我情同姐妹，阿莫尚不知何以报答。好了好了。你怎么比巧儿还啰嗦？而且你知道的，我从来就不太注重容貌的，只重情义。哎呀，一副皮囊而已嘛，不必在意。你也不要自责了啊。公主，刚才萧阳小侯爷来找你。哦，表兄找我，那就是问我的伤呗。不是，他来是要告诉你，伤您的那个王英被大理寺抓入大牢了。什么？大哥被抓走了？兄弟，犯什么案子？怎么会跟咱丢在这儿？说实话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哼，不清楚。这里都是秋后问斩的重刑犯，这杀人越货也未必能进到这儿。你肯定啊犯了什么大案子，还想糊弄我？秋后问斩？不会吧？他们一定是搞错了。哼，这大理寺啊，从来就没有抓错过人。你呀，还是想想清楚，是不是得罪了哪家的皇亲国戚？他们既然让你进到这儿，
就没有想过让你从这儿活着再出去。吃饭了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哎，起来！这位大哥，请问为什么要抓我进来？我到底犯了什么法？麻烦你，请你们管事的人过来，我有事情要问问他。抓你进大牢，那可是陛下的旨意，错不了。你呀，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这待着吧。陛下，我只是一介布衣，从来没有进过皇宫半步，也不认识什么朝中权贵。陛下为什么要抓我呢？你小子死到临头了，还跟我在这装疯卖傻呢？人家那可是金枝玉叶，你这个刁民也想高攀，我呸！活该找死！什么金枝玉叶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不知道也好，索性啊做个糊涂鬼，多吃点好上路啊！两位等等，走！喂，臭小子！陛下为什么要抓我？萧阳跟我说是和我误伤三弟有关。什么金枝玉叶？